喝点姜糖可乐，别感冒了。谢谢。以后下雨天不许来接我了。我不知道他跟着我，你生气了？没生你的气。那我明天再去找他说一声，可能是我之前说的不够明白。别去了，他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没有照顾好你。你怎么就没照顾好我了？你是不让我淋雨，还是不让我挂科？还是你每天都要拿车接送我，每天都要让我吃山珍海味？18岁之前，我的生活是被人照顾得很好，但是我从来没觉得比现在快乐过。妍希，相互依赖，相互独立。我喜欢你，我希望我们是一起成长的男朋友和女朋友。恋爱鸡汤倒是说的挺在理的。我说的不是恋爱鸡汤，我不需要一个处处护我周全的男朋友，我也不需要一个保姆，我更不需要第二个妈。坐好。不生气了？从善如流。好了。你说我们用了一样的洗发水，那是不是这样算不算我的头发上也有你的味道了？其实沐浴液也一样。那这样的话，大家就都知道我是你的人了。虽然周期比我预想的长一点，但你放心，牛奶会有的，面包也会有的。只是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又会哄人又会撒娇？做你男朋友压力好大啊。蒋正热老师，我都挂科了，还优秀呢。那蒋正热老师今晚给你补课吧。